想当科学家啊？什么样的科学家呀？就是做坦克什么的。为什么要研究武器？研究武器打日本人。什么是日本人呢？就是日本鬼子。以前日本鬼子从我们的上面偷手表，还打我们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以前是什么时候？知道吗？古代呗。那你恨不恨日本人？恨。所有的人都恨。对，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都恨。凡是打了我们的人，我就恨。有一回我恨得流鼻血。真的？那是什么时候啊？好像是我4岁时候。是恨日本人呐？你见过没见过日本人？没有见过。那怎么会恨成这个样子呢？可是他因为原来在这里来做坏事啊，好像。其实日本的也有很多孩子，也有很多女人。都恨，只要是打过我们的人，我就恨。你恨了你以后，那你长大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对你恨的人，你会有采取什么行动？打别人噻。